140億嘅市值就咁喺眼皮底下蒸發得乾乾淨淨，股價由高位嗰陣嘅18蚊幾，一路斷崖式暴跌超過96%，跌到變咗幾毫子嘅仙股。喺香港同大陸嘅街頭，分店一間接一間咁關門大吉，昔日排長龍嘅盛況早已不復在。呢個唔係什麼科幻小說嘅情節，而係曾經風光無限，被譽為日式拉麵第一股嘅味千拉麵，喺過去10幾年裏面真實上演嘅商業大崩盤。講起味千拉麵，相信只要係喺香港生活過嘅人，或者有去過內地行街嘅朋友，都一定唔會陌生。曾幾何時，去味千食一碗熱騰騰嘅豚骨拉麵，係好多中產、白領以至學生哥嘅時尚選擇。但係到底係咩原因令到呢個曾經擁有接近800間分店、市值超過160億港元嘅餐飲帝國，喺短短10幾年間淪落到今時今日呢個田地？到底係50年大骨熬湯嘅謊言被揭穿，定係洗潔精麵嘅安全危機，抑或係內部高層挪用公款、投資失利加上被時代淘汰嘅必然結果？今日我就要帶大家拆解味千拉麵嘅掌舵人，曾經嘅香港女首富潘慧，點樣由一個賣雜糧嘅普通女人，一步步爬上拉麵女王嘅寶座，又點樣因為種種傲慢同謊言，自食其果，走向呢場令人唏噓嘅商業大崩盤。故事要由1990年代講起。當時嘅潘慧其實並唔係咩富二代，亦都冇什麼餐飲家族嘅背景。佢喺山西出生，後來去咗廣東。90年代初，跟隨家人嚟到香港發展。初到香港嘅潘慧性格非常敢拼敢闖。佢最初係做食品同雜糧嘅貿易生意，經常跑遍中國大江南北，亦都頻繁飛去外國攤商機。1996年，一次偶然嘅機會，潘慧去咗日本熊本縣出差。喺熊本嘅街頭，佢第一次試到咗當地一間小有名氣嘅拉麵店味千拉麵。當時嘅味千拉麵係由松江孝治喺1968年創立嘅，只係一間喺日本地方上經營嘅拉麵小店。店面唔大，但係湯底濃郁，生意相當唔錯。潘慧一飲個湯底，立刻雙眼發光。佢憑着商業敏銳度，感覺到呢種濃郁嘅日式骨湯拉麵喺當時嘅中國同香港市場簡直係一片空白。當時嘅香港同內地餐飲業，要麼就係傳統嘅港式茶餐廳、酒樓，要麼就係平民化嘅茶餐廳粉麵，或者係肯德基、麥當勞呢類美式快餐。介乎於正式西餐同平民快餐之間嘅輕奢日式快餐，幾乎係零競爭。潘慧看準咗呢個商機，佢即刻卡到日本味千嘅創辦人，憑着佢過人嘅膽識同談判技巧，一舉拿落咗味千拉麵喺香港同中國內地嘅永久特許經營權。呢一步可以話係潘慧商業生涯裏面最精彩嘅一局棋。1996年，潘慧喺香港開咗第一間味千拉麵。當時佢採用咗一個非常聰明嘅定位，佢唔係將味千做成日本嗰種擠迫嘅立食拉麵店，亦唔係做成昂貴嘅高檔日式料理，而係將佢打包成中高檔嘅時尚日式快餐。精緻嘅日式裝修、明亮嘅燈光、木質嘅台凳，再加上一碗賣到30-40蚊港幣嘅拉麵。要知道喺90年代中後期，30幾蚊一碗麵喺香港同內地都絕對唔算平。當時普通人食一碗雲吞麵或者碟頭飯都只係10幾20蚊，但係味千就係利用咗呢種比普通快餐高檔、比正宗日料便宜嘅錯位競爭，成功打入咗年輕人同都市白領嘅心水名單。香港手店一炮而紅之後，潘慧迅速將目光投向咗龐大嘅中國內地市場。1997年，味千喺深圳開咗內地第一間分店，隨後一路北上，攻陷廣州、上海、北京等一線城市。潘慧能夠喺短時間內將味千規模化，最關鍵嘅秘密武器就係標準化。傳統嘅中式餐飲好難做大，最痛嘅痛點就係依賴大廚。每一間店嘅廚師手藝唔同，煮出嚟嘅味道就唔同，好難複製。而潘慧從日本引進咗中央廚房嘅概念，將麵條、湯底、叉燒等所有食材喺中央工廠統一生產，然後冷鏈配送到各個分店。門店嘅員工根本唔需要識得煮衫，只需要將配送過嚟嘅湯底同麵條加熱組合，
幾分鐘就可以出到一碗味道一模一樣嘅拉麵。呢種中央廚房加標準化嘅模式，令到味千拉麵嘅開店速度好似坐咗火箭咁，由幾間店到幾十間店，再到幾百間店。味千喺全國各大商場、繁華步行街快速蔓延。到咗2007年，味千拉麵迎嚟咗佢人生嘅至暗之前最輝煌嘅高光時刻。2007年3月，味千中國喺香港交易所主板正式上市，股份代號0538。味千亦都因此成為咗第一隻喺香港上市嘅中式日式餐飲連鎖股。上市當日，味千獲得咗超額認購幾百倍，市值一舉突破100億港元。隨住味千上市，潘惠嘅個人財富亦都水漲船高。喺2007年、2008年同2009年嘅胡潤餐飲富豪榜上面，潘惠連續幾年登上咗中國餐飲首富嘅寶座。個人身家最高峰嗰陣超過50-60億港幣，被傳媒同業界冠以拉麵女王嘅美譽。當時嘅潘惠風光無限，喺各種商業論壇上面分享佢嘅成功秘訣，甚至雄心勃勃咁提出咗千店計劃，宣稱要在短時間內喺中國開夠1000間分店。然而，正正係喺呢個極度膨脹、順風順水嘅時刻，危機嘅種子已經暗中播下。味千拉麵能夠賣到咁貴，吸引咁多顧客，最核心嘅賣點到底係咩？答案就係佢哋鋪天蓋地嘅宣傳口號：50年大骨熬湯。喺味千嘅菜單、餐巾紙、門店、海報同電視廣告裏面，味千一直大力宣傳佢哋嘅湯底係採用白湯技術，用豬骨經過10幾個小時甚至幾十個小時嘅用心熬製，濃縮咗豬骨嘅精華，裏面含有極其豐富嘅鈣質。味千甚至喺宣傳品上面公然寫住，根據權威機構檢測，味千拉麵一碗湯嘅鈣含量高達普通牛奶嘅幾倍。一碗湯嘅鈣含量等於幾碗牛奶或者幾斤肉。對於當時開始注重健康同營養嘅消費者嚟講，呢個宣傳簡直係殺手鐧。大家覺得食一碗味千拉麵唔單止係食一餐飯，仲係補鈣、補充營養嘅健康選擇。哪怕一碗麵賣到40-50蚊，比街邊麵檔貴幾倍，大家亦都心甘情願掏腰包。但係世上冇紙包得住火。2011年7月，一個震撼全中國同香港餐飲業嘅爆炸性新聞爆發咗，這就是轟動一時嘅骨湯門事件。2011年7月，有傳媒同業界人士深入調查之後揭發，味千拉麵宣稱嘅50年大骨熬湯根本就唔係喺門店用豬骨熬出嚟嘅。味千各個分店裏面嗰啲濃郁白湯，其實係用濃縮液勾兌出嚟嘅。具體嘅做法係，味千喺日本或者中央工廠採購一種名為骨泥濃縮湯料嘅液體，然後冷鏈送到門店。門店嘅員工只需要按照比例，將一包濃縮液加上幾十倍嘅熱水，攪拌均勻，一碗所謂濃郁熬製嘅豬骨湯就誕生咗。更令人憤怒嘅係，味千喺鈣含量上面嘅驚天大欺詐。當事件曝光之後，公眾同媒體紛紛質疑，濃縮液勾兌嘅湯點可能會有咁高嘅鈣含量？喺輿論嘅巨大壓力之下，味千被逼出來回應。呢一回應唔緊要，反而徹底撕開咗味千嘅謊言面具。味千承認，佢哋喺宣傳品上面引用嘅每100克湯底含鈣量高達1600毫克。呢個數據其實係中國農業大學檢測骨泥濃縮湯料原液嘅數據，而唔係消費者喺門店喝到嘅嗰碗稀釋咗幾十倍嘅麵湯。大家計算一下，就明白個騙局有幾荒謬。如果按一包濃縮液兌30-40倍水嚟計算，一碗味千拉麵湯裏面真正嘅鈣含量其實只有可憐嘅幾毫克，甚至連毫克都不到，根本同普通白開水加少少鹽冇太大分別。味千竟然將濃縮原液嘅鈣含量直接當成稀釋後面湯嘅鈣含量嚟宣傳，呢種偷換概念嘅做法，簡直係將消費者當成傻仔。骨湯門爆發之後，全網一片嘩然，消費者感覺自己被愚弄咗幾年，原本以為自己花高價買嘅係健康養生嘅大骨湯，點知飲嘅居然係沖劑勾兌水，品牌形象一夕之間徹底崩塌。大話精、欺詐企業嘅標籤被死死咁貼喺味千嘅頭上。面對如此嚴重嘅信任危機，味千高層
同掌門人潘慧嘅應對策略，更加係令人搖頭。潘慧喺最初接受採訪嘅時候，竟然完全唔承認係虛假宣傳，反而辯稱這係企業透明度不足，宣傳用字不太妥當，甚至仲宣稱骨燙門對公司開店冇影響，會繼續按計劃擴張。呢種傲慢、缺乏誠意同反思嘅態度，徹底激怒咗消費者同資本市場。資本市場嘅報復係極度殘酷嘅。喺骨燙門爆發嘅短短2星期內，味千中國嘅股價一路狂跌，市值瞬間蒸發咗超過65億至80億港元。投資者紛紛拋售股票，各大券商同投行亦都紛紛下調味千嘅評級。而喺實體門店方面，味千嘅客流量出現咗斷崖式下跌，好多分店嘅營業額直接腰斬，原本門庭若市嘅場面一去不復返。2011年底，相關監管部門對味千嘅虛假宣傳行為開出咗罰單。雖然罰款金額對於味千嚟講唔算天文數字，但係味千積攢咗10幾年嘅品牌信用，已經喺呢一刻付諸東流。按理說，骨燙門呢次沉重嘅教訓，應該足以讓味千管理層痛定思痛，好好整頓內部管理同產品質量。但令人萬萬估唔到嘅係，味千嘅內部管理混亂同品質安全問題，先至剛剛開始露出冰山一角。時間嚟到2018年，喺呢一年，味千拉麵接連爆出咗2宗震驚業界嘅醜聞，徹底將呢個品牌推向咗萬劫不復嘅深淵。第一宗事件就係轟動香港嘅洗潔精麵事件。2018年，有香港市民喺味千拉麵嘅分店用餐嗰陣，點咗一碗拉麵同飲料，點知當顧客喝下飲料或者麵湯嘅時候，入口竟然係一股強烈嘅化學刺喉味，隨後出現劇烈腹痛同嘔吐。後嚟送院檢查，同警方調查發現，門店嘅員工居然極度疏忽，將洗碗機用嘅濃縮洗潔精或者清潔劑誤當成食用液體或者水加入咗食物之中。呢件事被傳媒曝光之後，香港同內地嘅公眾簡直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一間上市餐飲集團，宣稱自動化同標準化管理嘅企業，竟然連基本嘅食品安全同化學品管理都做到咁爛，居然會俾顧客食到洗潔精。呢個洗潔精麵嘅稱號，再次成為味千揮之不去嘅污點。如果說洗潔精麵反映出嘅係味千前線門店管理嘅混亂同崩潰，咁同一年爆發嘅另一宗案，就徹底暴露咗味千高層財務監控嘅巨大漏洞。同樣係喺2018年底，味千中國突發公告，震驚咗整個香港金融圈。味千宣布，公司嘅首席財務官劉家豪涉嫌挪用公司資金，經過內部調查同警方介入後發現，呢位喺味千工作咗10幾年、深受高層信任嘅首席財務官劉家豪，喺2012年到2018年呢，長達6年中，利用自己管理公司支票簿嘅權力，採用非常原始甚至荒謬嘅手段，直接喺公司支票上面偷蓋公章，或者模仿董事簽名，陸續將公司嘅資金轉入自己嘅個人戶口。喺長達6年中，劉家豪前後挪用咗公司資金高達2600多萬港元。最荒謬嘅係，呢位首席財務官挪用公款嘅原因，居然係因為佢自己患有抑鬱症，需要靠狂買名牌奢侈品嚟解壓。更讓人難以置信嘅係，長達6年嘅時間，幾千萬嘅資金被偷走，味千嘅董事會、內部審計委員會，甚至外聘嘅審計師事務所，竟然完全冇察覺。直到2018年底，因為支票賬目實在對唔上，這才紙包不住火，爆鑊揭發。呢宗首席財務官挪用公款案，最終喺香港高等法院判決，劉家豪被判入獄幾年。但係呢件事對於味千嘅打擊係毀滅性嘅，資本市場徹底看清咗味千拉麵嘅公司治理 （corporate governance） 簡直係形同虛設，一個連自家支票簿都睇唔住，任由高層偷走幾千萬嘅公司，點樣能夠讓股東信賴？除咗內控崩潰、誠信破產之外，味千喺商業戰略上面嘅一系列騷操作，亦都加速咗佢嘅死亡過程。喺骨燙門之後，味千嘅主業拉麵生意開始下滑。潘慧同高層急於閪到第二條增長曲線，於是佢哋決定玩投資同多品牌戰略。但係佢哋嘅投資眼光
簡直可以用踩雷專家嚟形容。2015年，味千做咗一個非常激進嘅決定，佢哋拿咗7000萬美元，折合幾億港元，去投資當時正在興起嘅外賣平台百度外賣。最初嘅時候，百度外賣嘅估值一度暴漲，味千喺財報上面亦都獲得咗好靚嘅賬面浮盈。2016年，味千嘅利潤甚至因為呢筆投資而大漲。當時潘慧同高層還得意洋洋，以為自己找到了轉型嘅金鑰匙，但係資本市場嘅風雲變幻快過翻書，好景不長，中國內地嘅外賣市場迅速演變成美團同餓了麼嘅雙雄爭霸。百度外賣喺慘烈嘅補貼戰中迅速敗下陣來，市場份額被蠶食殆盡。2017年，百度外賣被餓了麼賤價收購，呢筆交易令到味千遭受咗重創。2017年，味千嘅財報直接由盈轉虧，巨虧將近5億人民幣。之前賺到嘅賬面浮盈唔單止全部套返出嚟，仲連本帶利，虧到仆街。主業唔行，外賣投資又踩雷，味千又嘗試搞多品牌矩陣。潘慧先後引進同創立咗幾十個新餐飲品牌，例如什麼麵屋、武藏、高端日料、麵館副牌等等，試圖用多品牌嚟分散風險。但係呢啲新品牌大多雷聲大雨點小，缺乏核心競爭力，最終大部分都以虧損關門收場，反而消耗咗味千大量嘅資金同管理精力。如果我們從更高的維度，從整個餐飲市場嘅演變嚟睇，味千拉麵嘅大崩盤其實係一個典型被時代淘汰嘅商業悲劇。味千嘅衰落唔單止係因為佢自己犯錯，仲因為外部嘅世界已經變咗，而味千仲停留在20年前嘅傲慢之中。首先係消費者嘅認知升級同產品質量嘅脫節。喺90年代末到2000年代初，大家對日式拉麵缺乏了解，味千用中央廚房濃縮液沖掉嘅湯底，加上幾片薄薄嘅叉燒，半隻溏心蛋，賣30-40蚊甚至50蚊，大家覺得新鮮同高檔。但係到咗2010年代之後，隨住資訊發達同出國旅遊普及，大家去過日本，或者喺香港同內地試過更多正宗嘅拉麵店，例如一蘭、豚王、麵屋一燈等等，大家開始明白真正好食嘅日式拉麵，湯底必須係門店用大骨、雞骨、魚介經過10幾個小時現場熬製嘅，麵條要係新鮮現打嘅，叉燒要係現隻燒嘅。當大家試過真正嘅現場熬湯拉麵之後，再回頭去食味千，就會發現味千嘅湯底有一種濃烈嘅工業添加劑味同味精味，麵條口感軟爛，叉燒薄如紙片。味千嘅產品力喺正宗拉麵面前簡直被完爆。更致命嘅係價格同定位嘅錯位。味千嘅產品質量雖然降到了普通快餐甚至方便麵嘅水平，但係佢嘅價格卻一路飆升。喺香港同內地嘅商場裏面，一碗味千拉麵嘅價格由最初嘅30幾蚊一路漲到50蚊、60蚊，甚至加埋小食要70-80蚊一碗。消費者唔係傻仔，大家會問自己：我花70-80蚊去食一碗用濃縮液勾兌、工廠冷鏈配送嘅工業快餐麵，我不如去食真正嘅正宗拉麵，或者去食一碗10幾20蚊現場拉製嘅蘭州牛肉麵。其次係競爭對手嘅全面崛起同圍剿。喺內地市場，近年嚟崛起了大量新型嘅中式麵館同快餐品牌，例如和府撈麵、太義酸菜魚、蘭州牛肉麵新品牌等等。呢啲新品牌喺裝修、體驗、食材同服務上面全面超越味千，而且極度擅長用互聯網思維同社交媒體做營銷。味千喺呢啲新銳品牌面前顯得陳舊呆板，毫無吸引力。喺香港本地，餐飲業嘅競爭同樣白熱化，租金高企，人工飛漲，加上近年嚟港人北上消費，飲食習慣改變，味千呢類老牌連鎖快餐嘅生存空間被極度壓縮。味千既做唔到極致嘅性價比，又做唔到極致嘅品質，夾喺中間，上下不靠，最終只能落得被邊緣化嘅下場。我們再嚟睇睇味千拉麵嘅財務數據，呢組數據令人觸目驚心。喺2011年骨燙門爆發之前，
味千嘅股價最高曾經衝上過18港元以上，總市值高達近180億港元。而到咗2020年、2022年以至近年，味千嘅股價已經跌到只有幾毫子，成為咗乏人問津嘅仙股，市值由高峰期嘅近180億蒸發咗超過96%，只剩下可憐嘅幾億港元，140多億嘅財富就咁喺資本市場上面灰飛煙滅。喺門店數量方面，潘惠當年豪言壯語要開嘅1000家店，最終成為咗一個永遠無法實現嘅泡沫。味千嘅分店數量喺衝到接近800間嘅頂峰之後，開始陷入咗漫長嘅關店潮。2019年關幾十間，2020年關上百間，2021年、2022年繼續關喺香港嘅繁華地段，銅鑼灣、尖沙咀、旺角，原本佔據黃金鋪位嘅味千拉麵，一間接一間咁悄然熄燈，租約期滿不續。喺內地嘅各大商場，味千亦都紛紛被移出核心位置，甚至被撤店。昔日嘅拉麵女王潘惠，個人身家亦都縮水咗90%以上，由曾經盛極一時嘅餐飲首富跌落神壇。雖然佢依然保留住公司嘅控制權，但係面對如今呢個殘局，面對年年虧損或者微利，客流不斷流失嘅味千，佢亦都顯得無能為力。回看味千拉麵呢20幾年嘅興衰史，真係令人唏噓不已。味千嘅成功係時代嘅紅利。90年代末，潘惠憑着敏銳嘅眼光，將日式連鎖快餐引進中國，利用中央廚房同標準化，享受到咗中國經濟騰飛、商場爆發同中產崛起嘅巨大紅利。佢係幸運嘅，佢站在咗時代嘅風口上面。然而，味千嘅失敗係人性嘅傲慢同企業誠信嘅缺失。當一個企業靠着大骨鵝湯嘅謊言賺取暴利嗰陣，佢已經背叛咗餐飲業最根本嘅基石誠信。餐飲業係一個入口嘅行業，消費者將食物吞入肚裏面，靠嘅就係對品牌嘅信任。一旦這種信任被撕碎，一旦消費者發現你用幾毫子嘅濃縮液勾兌水去賣30-40蚊，甚至更貴，你就已經失去了企業嘅靈魂。骨湯門唔單止係一場公關危機，佢係味千命運嘅拐點。它暴露咗味千為了追求高利潤而不擇手段嘅短視，而後嚟嘅洗潔精麵同首席財務官挪用公款案，則徹底暴露咗公司喺管理、品控同內控上面嘅全面腐爛。一個企業如果喺產品上面弄虛作假，喺管理上面漏洞百出，喺面對消費者質疑嗰陣傲慢自大，喺市場環境變化嗰陣固步自封，咁樣無論你曾經有多麼輝煌嘅歷史，無論你曾經擁有幾多百億嘅市值，市場同消費者最終都會毫不留情咁將你拋棄。如今當大家再經過街頭嗰啲寥寥無幾、生意冷清嘅味千拉麵分店嗰陣，看在裏面稀稀落落嘅顧客同陳舊嘅裝修，或許好難想象呢個品牌曾經創下過百億市值嘅奇蹟，曾經造就過香港嘅餐飲女首富。味千拉麵嘅故事唔單止係潘惠個人商業帝國嘅崩盤史，更加係給所有餐飲從業者同企業家嘅一記警鐘。做生意誠信係根，品質係本，尊重消費者，尊重市場，否則今天嘅輝煌隨時會變成明天嘅泡沫。